贺江对，是我找孙大海。来，你跟我来。哎呀，李哥，你就劝一劝大海哥嘛，你照这样，你说这生意怎么做下去嘛？其实啊，咱们都是些老实人，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，也是老实人一个。来这边。黄哥、李哥，这位是海老大。各位，这位是贺江。那你准备怎么回去？请指条明路。指条明路，这个像你这种身份的人呢，也就那么几条路。第一呢，给尤老那边坐台。以你这形象气质呢，应该混得也不错。不过你要嫌脏的话啊，那什么去洗洗脚啊，给客人按摩呀，也是可以的。来我这儿呗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指定能挣大钱。我想开卡车。啊？卡车？就现在上哪儿给你找卡车去呀？我爸遇害的时候，车辆被军方扣留了，现在应该还在那儿，只要找，肯定能找到。开玩笑，这都多少年了，就算找着，也未必能开，更何况多半被侵吞喽。可不嘛，也不一定。一般废弃的卡车会放在一个废弃车场，卡车都是东帮人在开啊，尤老一般不要。我觉得可以去找找。那我们去找找。行吧，给你几条路了，你不走，非要去做这么危险的工作，这边呢，最多就是被人侮辱了，那边啊，动不动就挨打死人了。是啊，对不起，没被人侮辱过。我要去开卡车。有趣啊，乱世，女人苦。你刚出来不知道吧？怎么苦啊？你那监狱男女共寓吧？是的。那你，嚯，七哥，他确实顶住你了啊！使劲，使劲，使劲！可以啊，都快赶上我了。对不起啊，还差点。明白了，想开卡车是吧？我支持，帮到底。那就谢谢了。